台南市政府25号伫永华市政中心西拉雅广场举办第3届市长宣誓就职典礼，现场有2000位来宾到场观礼，场面简约隆重。会中市长黄伟哲对下任市长李梦燕手中接下印信，伊除了感谢市民支持顺利连任，嘛强调新的市府团队要密外期，未来4年将以方便快速的交通、社会福利、甲清廉勤政作为施政3大方向，甚至嘛应用卡球王梅西的名言自我督促。引一句刚落幕的世界杯足球赛。球王梅西所说过的一句名言：首要的目标是跟整个团队一起赢得胜利。我们的市府团队所赢得的胜利，不在于市长的连任，而在于市民的感受。我们要一起赢得胜利。接下来的4年，我会以便捷交通、轻盈福利、青年勤政作为3大施政的方向，来推动台南市政做得更好。整个就职典礼伫台南市民族关系乐团演奏加开序幕以后，台南在地原住民舞团嘛用精彩歌舞再来喜庆的祝福。另外，荷兰美声 Marlene Hawkins 加跨界歌手李美杰嘛应邀献唱，和就职典礼充满音乐艺术气氛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